去年咱国住院的人数有178万人，平均是住9.5天。目前请看护的行情大约是一天3000块，也毋过人嘛真歹请。健保署是继续试办住院综合照护服务的试办计划哦，和3个人到4个病人做伙来请一个照顾服务员。今年计共会来投入5亿6千万的预算。咱要来食中昼吼，11点半吼。啊，只我看你消化了未哦？协助大卡片翻新照顾生活是营养品，住院患者若聘请看护来照顾，一天开我要3000块，对部分家庭来讲是一大负担。因为照护员欠工愈来愈严重，甚至有钱嘛请无人。健保署所以续办住院整合照护服务的试办计划，用病房做单位，和3至4个患者共同聘照护员。今年希望会当扩大到84间病院，和7万外的住院患者会当受益。相对于去年呢，有增加了大概有44家医院跟1500床，所以呢，今年总投入的预算是5.6亿元。好，那预计可以有7.5万人呢，可因此而受惠。目前已经有40间病院参加试办计划，病患住院期间唔免家己请看护，由病院来请培训，也有管理照护员，患者必须负担部分费用。民间团体坦白讲，政策的立意良善，降低照顾者的负担。不过，上界大的问题也是伫照护人力的来源。各界也发现了一个人力上的问题，卫福部呢也应该要就此提出相对应的一个解决方式。不同科别的人在同一个病房，虽然他们是共聘这个照护员，可是他的科别是不同的属性。那护理照顾其实它的难度是会提高的。医疗院所经营者坦白讲，以病房做单位共同请照护，其实会出现科别难以用，照顾的简单甲困难无共，这个调度问题。上好会当以病院做单位，国外共聘照护这个机制已经实行真侪年，不过必须投入真大的经验。未来计划若做必须扩大到全民，预算至少爱400亿以上，资源也是一大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